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礼拜要开始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伫过去的一礼拜久，保守看顾阮，互阮得到平安。当阮用欢喜敬虔的心，搁一遍来到你的圣殿，就是你的受恩宝座前，以及伫线顶面来敬拜你。主啊，阮是何等的幸福，因为阮对你遐领受教育的快乐，得到你的保守甲引带，我们因为安尼来献上阮的感谢。主啊，阮本来是有罪的人，但总是你透过圣子耶稣基督的恩典救赎，互阮脱离罪恶的权势，有份成做你的囝儿甲查某囝。我们因为安尼来献上阮的感谢，也因为安尼，阮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服侍你。主，阮伫礼拜中间要注心来听你的话，求你帮助阮。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清起阮的心肝，更新改变阮的心灵，互阮会当思想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行，来荣光你的性命。恳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也特别将今早起服侍的正当工，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找见圣神引带保守。互所有的同工会当做美好的服侍，来荣光你的性命。也透过服侍的同工的引带，无论是献诗，无论是司琴，无论是诗会，亦还是团工信息，透过因的帮助，互阮伫礼拜中间敬拜你，求主亲自赐福看顾，更新阮的礼拜。阮也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的正当工会当清楚主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来推动各项事工，也互万民透过阮所推动的事工来得到祝福。阮也特别要为着阮所设立的机构来祈祷，求主赐福保守看顾，无论伫幼儿园、安养中心，亦或是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所推动的各项事工，所做的服务的事工，真真正正会当显明你的疼伫阮的中间。也透过这无论是教育，无论是服侍这老大人的事工，拢会当真真正正利益伫正人，来荣光上帝的性命。主啊，阮也特别将阮所徛起阮心爱的国家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赏赐合一的心伫阮正百姓的中间，也兴起台湾的正教会，互所有的教会拢会当执行主你交代阮的大使命，将救人的福音遍传伫即个土地的逐角落，也伫逐角落有你做美好的见证，透过服务，透过分享，将你赏赐的疼遍传伫即个土地顶面，更新改变阮的国家。求主也保守看顾阮所徛起的即个土地、即个世界。求主亲自赐福，这世界犹原存在着真济压迫，真济征战，真济你所无欢喜的事。求主亲自掌权，拄起这个代志，互阮会当专心恢复主你所创造时的美好。求主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因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就用伊吟诗，用伊唱歌儿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弟兄兄弟，大家平安。咱即时要三个来吟诗圣诗52首，荣光归地圣父上帝，荣光归地圣父上帝。请咱起立要起来吟。请坐。咱即时要仰头来祈祷，万权能的阿爸父上帝，阮正信的兄弟姊妹，伫主的圣日，无论是来到圣殿，也是透过网络，阮拢要用敬虔的心来敬拜你。主上帝，你是圣洁的神，有侪人是袂堪得见到你的荣光。阮来到你的面前的时，阮要先来悔改认罪。阮伫日常生活中，常常受到世间万面的迷惑，离开了主的道路，亲像迷失的羊，放纵私欲，袂记得上主你的教示，应该做的好无去做，无应该做的歹偏偏去行。主啊，求你来赦免阮这的可怜的罪人。你应允阮讲，阮若认阮的罪，你是信实的上帝，你就要赦免阮的罪，随除阮拢总的不义，互阮会当坦然无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得到主你的怜悯甲赦罪。主啊，今年疫情继续冲击台湾每一个角落，台湾超过400万以上的百姓受到病毒的感染，感谢主的保守。99.55%以上的人，拢会当安全度过，恢复健康。阮这个还无受到感染的兄弟姊妹，恳求主你用你的保护来加减保护，互阮无受到病毒的感染。也恳求主掌权伫这个世界，互病毒紧紧来消失，互受到疫情影响的产业会当得到更新，再度兴旺起来。互阮的生活会当恢复正常，互阮正信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倒转来到圣殿，用实体聚会方式来敬拜你。
主啊，即摆世界性的疫情冲击，互阮搁较来警醒，因为伫即2、3年的疫情冲击下，全球死亡的有1500万人左右，台湾有8000多人来死失。伫后疫情时代，伫世间人极其无平安的时，人人拢在祈求平安。恳求主，你亲自带领阮，把握传福音的好时机，将相似平安的主来介绍互咱的乡亲，互因会当找到真正的平安，带因进入教会受洗，成做上帝国的儿女。伫这无平安的世代，伫主的内面享受真正的平安。主啊，阮即时嘛要为着今仔日阮团工信息，阮所敬听的主任牧师来祈祷，恳求圣神你充满阮的主任牧师，互主任们所团工你的真理的时，带来安慰、造就、甲透放的能力，互你的话成做灵命的粮食，养饲阮，互阮有勇健的灵魂体，成做基督的精兵，为着上帝国来拍拼甲征战。主啊，阮的祈祷也是无完全，阮即时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来祈祷。因为国万民平等拢是你所有，代代都行。阿门。咱即时要来启应，启应文第10篇，伫圣诗后面第14页，我来启会众来引。我捌吞论听候耶和华，伊对通囝的咸坑，对土地中甲我牵我起来。伊互我的喙唱新的歌。侪侪人要看见来敬畏，独独我靠耶和华，以及偏袒虚假的人。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所行的奇事，袂会对你排列。这时甲你面，你无欢喜。迄时我讲，你看我来咯。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你的律法伫我的心内。来继续咱圣歌队，要用求主用你的慈悲的诗歌来学了咱的上帝。
咱即时要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撒母耳记上卷28章3到20节，现代中文译本353页，台语汉译本324页。我即时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撒母耳已经死，以色列为伊哀哭，甲伊葬伫伊的故乡拉玛。扫罗捌强迫所有红衣甲行邪术的，拢离开以色列。非利士人的军队聚集伫苏念城附近扎营。扫罗调集以色列人伫基利波山扎营。扫罗看到非利士人的军队大大惊赢，就求问上主要安怎才好。总是上主无用民望，无用乌灵，嘛无透过先知来回答伊。所以扫罗命令伊的奴仆替我找一个红衣，我要去问伊。因讲伫阮岛里有一个，安尼扫罗就甲伊换服装，伫天暗了后，甲两个随从去见迄个妇人人。扫罗对伊讲：“请为我求问蒙魂，甲我讲将要发生的代志。我指定一个人，你甲伊的魂牵起。”迄个妇人人讲：“你一定知影扫罗王做过的代志，伊强迫红衣甲行邪术的，拢离开以色列。你为什么要陷害我呢？互我无命呢？”扫罗对伊咒詛讲：“我只得应我的上主答应你，一定袂为着这代志受处罚。”迄个妇人人问讲：“你要我牵什么人起来？”扫罗讲：“撒母耳。”当妇人人看到撒母耳时，伊大声叫起来，对扫罗讲：“你安怎要欺人我？你就是扫罗王啊！”扫罗对伊讲：“毋免惊，你看到什么？”妇人人回答：“我看见一个亲像神明的人对地立起来。”扫罗问：“伊生做啥款的？”妇人人回答：“伊是一个老大人，伊穿着长衫。”扫罗知影迄是撒母耳，就恭敬趴伫涂骹。撒母耳问扫罗讲：“你是安怎要交了我呢？为什么要牵我起来呢？”扫罗讲：“我有大灾的啊！非利士人要甲我交战，总是上帝已经离开我，伊无过通过先知，嘛无用民望来回答我，所以我才会请你起来甲我讲，我着安怎做。”撒母耳讲：“既然上主离开你，正做你的对敌，你是安怎要搁牵我起来？上主按你所做的，已经通过我的嘴，甲你讲过。上主已经夺去你的王国，甲伊赐予大笔，因为你违背了上主的命令，无甲亚玛力人甲因所有一切全部消灭。所以今仔日上主安尼对待你。伊要甲你甲以色列人交互非利士人，明仔载你甲你的囝拢会甲我做伙。上主嘛要甲以色列军队交互非利士人。扫罗互撒母耳的话惊甲随时倒落去，身躯直直倒伫涂骹，因为伊一日一暝拢无食物件。一点仔气力拢无。上帝话读到遮，今仔咱所敬听的主任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扫罗第3讲，请鬼摕荷单，请鬼摕荷单，请你用恭敬的心来领受上帝话，愿上帝祝听伊话，佮照安尼去行的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来看扫罗王的结局。
扫罗伫伊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做一件互上帝非常生气的事。咱要透过这个代志，做伙来学习，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求的主，你是全能的上帝，是听阮的天父，阮感谢阿罗你。主你所想述的话充满气力，伫阮的喙中比比较甜。阮恳求你，互真理的话总无离开阮的喙，因为阮要仰望你的典章，阮要常常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是阮的主啊，这个时刻，阮要领受你的话，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的心智被拍开，互阮有信心被你的话来改变。恳求主帮助。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请鬼摕药单。这是一句台湾的俗语，意思就是讲，咱若咧办一件代志吼，那拜托唔着人，也是讲用唔着方法，会造成家己真大的不幸。今日的经文是记载扫罗生命中间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伊找一个红姨。来想要知影家己后一步要安怎行？咱知影一般人，咱伫台湾的民俗中间会去算命卜卦，也是讲真侪较现代人有兴趣伫即个星座命盘。这是咱日常生活中间常常会去听到，也是讲拄到的代志。到底咱？信耶稣的人安怎去看待这个代志？这是今日要甲大家分享主要的信息。咱先来看人为什么会想要去算命想要去卜卦，想要去了解家己的未来。通常有4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讲对现在无满意第一个原因就是讲对现状无满意感觉家己运气无好，希望会当改变。有一个人拄着人生的困境，想要找一条活路出来，但是伊无正确的方向，无正确的观念，就去找算命所以去抽灵签卜下卦希望讲会当了解讲我要安怎改变现主时，我会对家己的无满意。第二项就是讲对未来无清楚，唔知影家己要行倒一个方向，需要人指点。所以想要借着这个算命卜卦来确定对家己有利益的人生的方向甲目标。所以真侪人去问算命，就是问家庭、问事业、问前途、问婚姻、问身体。因为对未来唔知要安怎，伊感觉真焦虑。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对家己的处境，很主时的处境真惊吓，人无安全感有人想要去找算命，这是因为真侪人活踮伫一个无平安中间，这个也烦恼，迄个也惊吓特别是咱即马伫要进入迄个旧历的7月真侪台湾人的心肝就真惊吓因为照咱的民俗加上这是一个叫做鬼月啦所以大家真惊吓要做啥物代志拢毋敢做，要搬厝毋是先去找。搬厝的公司是去找算命有的人要起厝毋是先找建筑师、设计师，是去找地理师惊去抢着去刷着有的人咧讲婚姻的代志无去找迄个婚姻的辅导，反倒当找算命去合迄个八字，所以对家己的处境真惊吓第4项就是对家己的决定无把握三心两意。毋敢家己做决定，也是讲有人有一寡决定，想要望讲找一寡人来支持伊的决定所以就一个算命去问有的人要找头路，会去问算命有人要替囡仔号名毋知要号啥物款的名家己佫无把握就去找算命其实咱这家己号就好嘛，像我2个囡仔拢我家己号的第一个。生查某囡仔这是牧师的心肝，所以叫做木心叫做木心啦第二个说毋知要安好
拄仔看到一只蠓仔吼，蠓仔英文叫做 mosquito 吼，就是木鼠基岛嘛吼，所以第二个叫做木奇吼。所以好这个名嘛袂歹听，嘛是真好吼，无去影响伊个未来吼。所以吼，有个人对决定一件代志无迄个把握，是就去找宿命吼。这有这四个原因，对现在无满意，对未来无清楚，对处境真惊吓，对决定无把握，所以人去找算命。咱看到今仔日经文的说落就是安尼嘛。因为伊拄着一件足大的代志，就是一真强大的对敌非利士人要来攻击，伊毋知影后一步要安怎行。过去会当请教、会当求救的即个撒母耳，上帝的先知已经死去啊，所以伊家己问上帝，上帝为什么要应？其实伊已经离开上帝啊嘛，所以上帝就无要对伊显示伊的心意所以圣经中间安尼讲。伊就去求问上帝要安怎，但是上帝无借着梦，也无借着乌灵，也无借着先知来回答伊。而且讲到三项吼，伫旧约时代咧显明上帝旨意的方式。第一项就是梦，伫旧约时代上帝借着异梦来传达伊的心意。第二个是先知，先知就是上帝的代言人嘛。上帝借着代言人来传达伊的旨意。第三才讲到一个乌灵啦其实乌灵还有另外一个物件叫做土明就是乌灵甲土明这两个是一个器具啦咱若看圣经这乌灵甲土明就是大祭司咧穿的遐以弗得的圣袍顶面有一个胸牌，这胸牌顶面有12个宝石这12个宝石就是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然后这胸牌内底会当放物件上帝特别交代摩西爱将迄个乌灵甲土明放伫这个决断的胸牌中间咱若看利未记第8章嘛有讲到，讲摩西伫阿伦正式要上任大祭司之前，帮阿伦换衫穿亲领迄个大祭司的圣袍。然后谨慎将这个上帝交代伊的乌灵甲土明放伫这个决断的胸牌顶面。但是咱伫圣经中间毋知这乌灵甲土明到底是啥物款的物件，嘛毋知伊要安怎使用。乌灵甲土明伊意思就是，乌灵是代表光明，土明是代表完全。但是咱毋知影这个器具是安怎使用，即摆这个器具走去倒嘛毋知。传统上有两种讲法，一种是来自犹太人的这个历史学家叫做约瑟夫但约瑟夫其实伊嘛无啥清楚，伊是去查考因为伫伊迄个时代进前200年进前已经无这个物件所以伊就是照迄个传统写落来伊讲这乌灵甲土明的运用就是乌灵甲土明改成2块宝石啦大祭司要入去会幕，也是讲圣殿的时阵会点到迄个金灯台的7拍灯然后这2块宝石会迄个有光照伫这宝石，然后反射伫这12块这个胸牌顶面的宝石会形成24种组合因为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佮加上2个记号所以对安尼大祭司去透过这字母的组合去了解上帝的心意这是较复杂的方法近代的圣经学者研究是第2种讲法，讲乌灵甲土明应该是用类似抽签的方式大祭司若对这决断的胸牌顶面抽出来是乌灵，就是表示这件代志有罪还是禁止如果是土明就表示无罪还是是会使所以无论安怎乌灵甲土明咱今仔已经毋知伊啥物意思但是这是祭司用来辨明上帝旨意的一个工具旧约圣经的记载伫大卫王了乌灵甲土明就真少被提起有一寡旧约神学家主张讲，当上帝兴起先知了
因为身体会当更加直接去传达上帝的心意，所以就废掉这个比较较间接而且复杂的乌灵甲透明的方法。所以因为圣经中讲，上帝无借着梦，无借着身体，无借着乌灵甲透明，互扫罗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扫罗面对这款的情形，伊就做一个真可怕的决定。伊想要透过这个武术的方式，找这个红衣来牵这个撒母耳的亡魂起来。所以伊就命令伊的大臣，讲替伊找一个红衣，讲我要去问伊。大臣讲伫这温德尼遐有一个，所以扫罗就伫暗中佮换衫，佮伫天暗了，较带两个人做伙去见这个妇人人，请伊为着伊牵一个亡魂，就是撒母耳的亡魂。为什么扫罗爱伫暗中做？咱看这个红衣的态度，咱就明白。因为伫扫罗当做国王的时阵，迄个时阵伊甲上帝的关系真好，真亲近上帝。迄阵伊就颁布一个律法，命令所有的人拢袂当交鬼，也袂当找这个红衣甲行邪术的，将这个人完全拢赶出以色列国。所以咱今日经文一开始第3章，咱就中间安尼讲，扫罗捌强迫所有这占卜，就是讲这红衣以及行邪术的拢离开以色列。其实伫摩西律法中间咱若详细看，这种交鬼的行为是绝对无用稳的。咱若看利未记20章第6节，讲如果有人背叛上帝去交鬼，也是讲问这红衣，我要对付伊，对我的百姓中间将伊剪除。如果咱若看利未记20章，讲见交鬼的男女，拢必须要处死，必须要用石头将伊拍死。这种人，罪有应得，这种有罪所以对这个经文，咱就明白为什么扫罗王迄个时阵甲上帝关系真好的时阵，伊会照摩西的律法命令这个人完全拢离开。但是这个时阵扫罗已经离开上帝，自然而然，伊想要用这款的方式来探查家己的未来。这段经文中间互咱有一个感觉摇移的所在。关系这个交鬼的妇人人，伊所看起来到底敢真正是撒母耳？传统上有3种无同款的讲法，咱来看卖。第一种就是有人认为这是这个红衣这妇人人的骗术因为真正民间的这通灵术其实是一场骗局，因为这妇人人会当借着迄个模仿这人的姿态，模仿这人的声音，来骗人。但是咱对这经文中间来看如果若真正是这个妇人人的骗术伊袂去看到这个撒母耳的这形象的时阵伊会惊吓，嘛袂当正确去讲出扫罗的结局。所以，那照咱的判断，应该毋是这妇人人所假的。第二项，某人讲这是上帝的作为，是上帝亲自将撒母耳互这个红衣会当牵起来其实这点我嘛无同意伊的解说，因为安尼上帝就违背家己的旨意。咱来理解上帝当做任何代志，但是上帝绝对会违背家己的命令。上帝已经严严禁止找交鬼的，伊够可能一件代志中间将撒母耳的灵魂找起来了。而且咱若照常理来判断，撒母耳这规世人拢咧服侍上帝的人，死了后有可能变做鬼魂呢，对无？而且历代志录第10章13节到14节，都安尼记载，清楚交代讲，扫罗死因为对上帝无忠实，无听从上帝的命令，伊求问死人的灵，无求问上主，所以上主击杀伊。
将王位予亚西的囝大卫。所以这嘛无可能。啊，第三个是上界有可能的，这是来自魔鬼的计谋。所以咱人了解讲，迄个妇人人所看到，绝对毋是撒母耳本身，是一个魔鬼所假的撒母耳。啊，有人会讲，啊，若是魔鬼的作为，伊较会当准确去预言着所有的结局。其实咱知影，魔鬼撒旦伊嘛有即款的能力，伊会当比咱人较清楚了解，这代志。譬如讲，咱若看《使徒行传》第16章，咱看到保罗去到迄个菲律宾的时阵，伊拄到一个被邪神所附身的这个女婢，因一路拢对保罗，然后大声发讲，这个人是至高上帝的奴仆，要对恁宣布迄个得救的道路。你看，连邪神拢知影这个代志，所以咱了解讲邪神其实有能力会通了解未来的代志，而且保罗伫哥林多后书11章嘛安尼讲，其实这无啥物奇怪，连撒旦也家己化妆做光明的天使。但是伫遮，咱来面对一个真严肃的问题，因为伫咱生活的背景中间，大部分相信有鬼的人，拢掠做讲鬼是安那，人死了变做鬼这是真侪宗教拢嘛安尼假释，但是真悲惨的，就是讲，连一寡基督徒嘛接受这款的观念。咱若接受这款的观念会产生几个3项无好的效果。第一项就是讲，咱会因为安尼中了魔鬼的诡计。第二，咱会唔肯放弃拜祖先的习惯。我想人死了变做鬼，爱有人服侍啊，所以真侪民间的信仰就讲，咱爱去拜祖先嘛。第三就是咱会了做讲，咱外点伫人间的人会当做一寡啥物代志去影响阴间的人，那安尼就真大的错误。咱来理解，咱来信仰是安尼假释，人死了，灵魂就进入上帝的掌管，无可能会当搁回来人间，也无能力会当救助还是祝福。这点咱来真清楚。为什么有人讲假使有人去看见到死了后的亲人，这有两种可能，第一种伊家己的幻想嘛，人伫悲伤的中间，还是讲伫较迄个亚身的中间，有可能会去看到幻影，伊讲看到家己想象。另外一个，就有可能是魔鬼的诡计。所以咱来特别设立这点，所以唔通互这款讲法欺骗。咱的信仰，我再讲一遍，人死了，灵魂就进入上帝的掌管中间，袂当回来咱人间，也无能力为人带来祝福还是救助。这点请大家一定要清楚。最后牧师要指点大家一条明路，互咱安怎得到好命啦，所以咱来用心听。有一句话讲，命好毋惊运来磨。有好的命，检采面对无好的运气，也是有能力去超越。命得到好命，就是爱信耶稣啦。因为咱知影民间的改运补运，不过是按咱家己的心啦，真正无法度改命。因为这世间除了创造人生命、予人生命的上帝以外，无任何势力会当改变人的活命。因为生命是上帝咧创造的，而且会当更新、移植、改变。规本圣经拢咧说明讲，上帝已经为咱人类准备了救恩，甲得到新生命的方法。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藉着我，无人会当到爸遐去。”所以耶稣基督会当将咱人类对撒旦的权势中间赎回，咱就无搁再受撒旦的控制甲恐吓。其实信耶稣有一个上介好的，就是讲耶稣会替咱牵户口，将迄个
咱伫撒旦的国度中间，将咱迁去到上帝光明的国度中间。所以咱看见着圣经安尼讲，伊叫咱脱离黑暗的权势，将咱迁到伊听的囝的国度内底，互咱伫听的囝内底得到救赎，罪过得到赦免。所以咱就无搁再受罪恶的捆绑，会当进入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中间，来过一种丰盛的生命。就是讲，咱原本的是行往灭亡的方向，但是主要说帮咱转变一个方向，互咱行往永远活的这个运命。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人讲命好毋惊运来磨。咱信耶稣的人，咱面对人生的任何挑战，咱哪磨咱的生命，哪会当发出光彩？上尾一个部分吼，要来解决大家一寡问题吼，就是讲，有人常常来问讲，我到底明白上帝的心意？其实有一个原则啦吼，咱今仔日毋免阁亲像旧约时代吼，借着梦，借着先知，也是借着所谓的乌灵甲土明来了解上帝的心意。咱有一个原则，就是讲，咱若哪亲近上帝，就哪明白上帝的旨意。咱要追求上帝的心意，有两件代志会当做。咱今日比旧约时代人较幸运，就是咱有圣经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是记载上帝的本性甲作为，就是上帝的心意，拢写伫上帝的话顶面。所以咱若用心去读上帝的话，咱就了解讲上帝爱咱做安怎做。第二项就是祈祷，祈祷就是要忘掉上帝的心意。读经加上祈祷是追求上帝心意的上介好的方法。当然有人会跟问牧师讲，牧师，阮通常拄着的问题拢也无写伫圣经中间呐。我即摆头前有3个头路要等我，我都毋知影要找倒一个较好。圣经中间也无写。其实咱爱理解咱爱有一点爱理解的讲，伫圣经中间咱发现讲，要追求上帝的心意，毋是遐尼简单的。连保罗遮尔属灵的人，伊嘛一生拢咧追求上帝的心意。雅各书的作者嘛安尼讲，你袂当讲我要去倒位做生意，然后工作几冬了要趁偌济钱，遮咱拢无法度把握。伊讲其实明仔载要安怎，咱拢毋知影。所以上帝的心意到底安怎，其实是一件困难去找到，特别伫迄个细节顶面。但是伫生活中间，上帝互咱的个别带领咱虽然袂当真明确，但是牧师要提供几个原则，互大家来敲揣。第一项，就是咱伫大方向顶面爱掌握上帝互咱的原则。圣经中间咧讲上帝的心意，大概拢咧讲一寡大原则。譬如讲，基督徒的生活爱敬虔、爱信靠、爱顺服上帝、爱忠心、爱良善、爱圣洁。这大原则互咱。如果咱伫这大原则顶面拢照上帝的心意来做，伫个细节顶面咱就袂被偏差伤济。但是如果咱伫这大原则顶面拢无要照上帝的意思来做，结果咱要求上帝伫个细节顶面来引带，那是无可能的。所以，咱来掌握上帝互咱的大原则。咱伫已经知影这大原则顶面，成做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伫细节顶面，上帝就来咱引带。譬如讲，圣经大人讲，咱每一个人工作爱温困工作对。咱若真正照这圣经的话，温困工作，你无论选择什么款的工作，人讲行行出状元，一定会当行出一条路。所以温困工作这是一个大原则，这是咱爱遵守的。安尼咱伫细节顶面，就不管选什么款的头路，咱拢有可能会当成功。
比如讲大原则是安那，上帝咱讲咱爱彼此相听，所以伫彼此相听这大原则顶面，咱会当遵守，咱的婚姻自然而然会当真和谐。咱若毋知影彼此相听，结婚的时阵讲去看日子、看时间，什么时阵结婚会对咱的婚姻较好，这完全毋对。所以咱能遵守这大原则，伫细节顶面都袂偏差伤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咱咧做决定的时阵吼，咱来思考一点就是讲，这件代志到底敢毋当荣光上帝，敢毋当利益众人？当咱要做一个大的决定的时阵，咱来想看嘛，讲我做这件代志，敢会当互人得到利益，敢会当互上帝得到荣光？若袂，咱就毋通做；若会，咱就放心去做。所以这真重要，就是讲，这是帮助咱去做决定。第三项，当然咱来追求圣神来帮助，咱愿意互圣神来更新咱的心，让咱会当伫圣神的帮助下面去查验上帝迄种顺全、善良、通欢喜的旨意。圣经同咱讲吼，咱毋通甲这世间相款，只要心意更新来变化，互恁会当查验上什么是上帝善良、顺全、通欢喜的旨意。中间这个心意更新吼，意思是讲，咱来挖过圣神的开力，互圣神来咱引带，咱伫每一件代志顶面祈祷，来追求上帝的引带，毋通亲像咱今仔所看的扫罗王，伊想要用这种无正确的方向、无正确的方法去找、去了解家己的未来，这就是请鬼摕药单，稳死的。咱今仔日来当照这个圣经的教示，掌握上帝予咱的大方向。咱思考，咱做这个决定，敢会当荣光上帝利益众人，求圣神来咱帮助。我相信咱一定让行伫上帝所赏赐咱正确的道路。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提醒阮，伫阮人生的路途顶面，检测会拄到真侪挑战甲困境，但总是主你的透过你的话来引带阮。恳求主，你予阮有安定的信心，予阮让凡事我靠你来看赢。予阮伫人生中间无法度确定的过程中间，有圣神来帮助阮，予阮会当做出合你心意的决定，求主帮助。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这时要搁三甲吟诗圣诗258首。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咱这时要用方言继续咱礼拜来，请。咱来做感谢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保守阮身体健康、灵魂体拢健壮，会倒来到圣殿来敬拜你。主啊，感谢你今仔透过带
蔡牧师传讲的信息，互阮搁一遍了解。阮来啦，伫掌握方向的方面，求主你甲迄个圣神搁较侪帮助伫阮内底，互阮所决定的拢会当荣光上帝你的名利益人。求主你引带阮人生每一个脚步。主啊，阮搁再来到你面前的时阵，搁再一遍来立志。阮毋若要献尽阮的金钱，阮较要紧要献出阮的时间、阮的财情、阮的一生伫你面前，愿主你甘纳来使用阮。阮安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请坐。我即时要来报告。疫情的报告，即个拢牵伫咱手报吼，咱才家己去看。过来四位发展委员会伫金门堡伫王文贤主席这中间有一个联谊会，请咱各委员会甲事工小组会注意着召集人甲书记，拢会当来参加。无方便参加的人会当伫线顶来参加。伫个中间有儿童牧区加青少年，因为这暑假的时阵有做营会书记吼，咱会当伫周报内底，咱家己看，咱家己来参加。上重要伫团部委员会，就是要9月要庆祝爸节吼，下主日欢迎大家运用团部委员会所准备的体卡，伫10楼的走廊，咱就布置迄个背板，提供爸爸的相片，甲你的文字要对爸爸讲的祝福的话、感谢的话，写伫迄个所在写伫迄个所在。过来上学社会，咱双联社会。福利基金会伫新增这个所在，咱伫1楼，咱要改成做礼拜堂加多功能的教室。伫这个所在有一个讲台、灯光、音响设备甲视线工程要招标然后咱有本身家己是这方面的专业，还是讲你熟悉的厂商，咱会当推荐，会当甲这个所在电话伫这个所在甲咱来联络。来团结消息内底有雅致家庭嘉南联合的聚会，伫7月30日，就是下主日中午12:50，伫蔡牧师娘伊要讲的讲题是伫4命长远的所在拄着神拄着上帝。咱用餐的所在，用餐的地点伫这个所在拢有写雅致团结伫9楼02厅，家庭803、804，嘉南806用餐12点。最的时间，咱拢记载伫即个所在，咱才倒转去你可能兄弟内底身体欠慢的，咱拢为因来祈祷。咱接续，咱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祷。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毋知咱中间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牧师来介绍。安尼牧师来补充报告搁说明一下，咱伫8月初7是咱的父亲节的纪念主日咱伫进前团部委员会有做一个活动就是咱的伫这外面的这墙顶有做一个迄个，咱应该后礼拜咱看到一个一个特别的图样咱大家当将咱对老爸的感谢会当用相片来表达，用文字来表达，搭伫即个墙顶面所以咱大家当去准备来过一个感谢感恩的即个父亲节这是牧师大家补充报告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
求的主，阮感谢你，伫即个过去2冬的中间，疫情咧扩大的过程中间，对阮的保守甲看顾，互阮得到平安。阮为着安尼献上阮的感谢。阮也特别恳求主伫未来的日子中间，继续引带保守看顾阮，互阮会当凡事照你的心意去行，来荣光你的性命。阮特别要将阮机体中间的大道事件来向你恳求，恳求主亲自赐福。阮的机体中间有人心神肉体软弱，求主你亲自保守；有病痛，求你亲自医治；有软弱失志的，求主你亲自安慰。互阮伫即个教会生活、团契生活的过程中间，去体验主你所带来的疼，互阮会当彼此扶持，互相带导，透过祈祷扶持的力量，帮助阮超越过阮所面对的困难。也恳求主你持续引带保守看顾阮在座每一位，互阮伫人生的过程中间得到你的保守。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这是起立，咱要来读唱上言511首，俄勒上帝至权至尊，俄勒上帝至权至尊。所要请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远。阿门。请坐，庙道谢恩恭受差遣。